讲到去年底呢，这前台南市消防局长李明芳涉嫌贪污去奉收案，专案终终结咯。检方认定讲，这李明芳呢，和这消防设备业者合作推销高压水务机组和绑布消防车，而且也要求讲，这消防局的人员就要引导讲，本地要来关这救护车的人，就要改关这块设备，才会当甲厂商提后下160万。这李明芳和姓杨的朋友呢，是依照贪污罪来起诉，那这消防设备业者是原起诉。高压的幼水部喷的一连液体所引起的火源，压制火势。这是台南消防局首创的伫咧较位巷仔内面拍火的工具。不过，民间所管的高压幼水部，则互廉政署甲检调单位查出，何前消防局长李明芳当作收乌西钱的工具。警方查出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、姓张的业者合作伫咧推销这款设备，引导要关救护车民众改关这款设备。签约买了，由李明芳审核同意。使负责代理及销售的业者，从112年到113年7月底，得以贩售高压细水雾机组12组、邦普消防车8辆，获利新台币480万元。警方讲，姓杨的女子本来是姓张的消防业者因公司的业务，因为职务甲李明芳熟悉，两人看消防设备有庞大商机，就找姓张的业者做伙成立新公司，甲民间要管的订单交予因公司来接，三人拢有分到钱。业者因为担心其他业务若送审时阵会互消防局调，所以动机。警方查出姓张的消防业者自2023年9月到2024年8月，交付现金予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。总共3遍，合起来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拢摕到160万。相关案情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，那是否遵从司法侦办结果？李明芳伫咧去年12月辞职了12天，逼出涉贪被搜查。台南地检署催告终结，检方认为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犯贪污罪，提起公诉。姓张的消防设备业者涉嫌交付乌西钱部分是缓起诉2年，6个月内要纳付国库100万，并且参加法治教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